过去想要知影政府资讯并无简单，自从有政府资讯公开法，政府就亲像专门的资讯图书馆。任何依法应该主动公开的资讯，亲像法规命令、施政计划、业务统计等等，去政府机关的网站就当轻松查询。不是主动公开的资讯，嘛当向资讯专属的机关来提出申请。政府资讯更加透明，民主参与更加便利。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台语趣味文化营要开始报名，时间伫8月初2到初4，有3天的活动，内容有趣味台语、童军亲子体验、表演艺术等等的课程。地点在KO区木会休闲农场。报名专线电话：04-724-4909。厝内底有国小1年到5年的小朋友，欢迎来报名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Janet。如果收到朋友的LINE讯息，要求你代收简讯或是代打电话，就要当心咯，因为这通常是歹徒正在进行诈骗。请直接打电话问你的朋友，才不会受骗，让自己的荷包失血咯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恁厝内垃